操，这是干啥呢？空手套。啥叫空手套？有100块钱没？有呀。我能不在碰箱子的情况下，你放在下面，我能把它变没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要变没了，归我了啊！100块钱变没了？啊。来变。变。你再看看还在不在？你看一下。在了。归我了啊。耶。儿子，我跟你说，我爷爷以前直接打我，直接套路我。说老实话，我不想在这个屋子哭了。上包了，没得毛皮老铁。哎呦，投完这辆车又可以买只肉吃了。开不了吗？对呀，刚刚都开得了，怎么现在都开不了？有我的吧？哎，你怎么有我车的钥匙啊？那肯定，那是我的错。啊，这个。这样，来，起来了呀！能不能啊？站，您坐。错没错？谁让你又喝这么多酒了？我告诉你，你要下次再喝这么多酒，你就一直搁这儿坐着，听见没有？你干啥你？你干啥你？干嘛呢？怎么又喝酒了？还欺负我局长啊？干嘛呢？不让欺负啊？你打我！正面说瞎话，我都看到了，还说瞎话。因为龙虾行业在一起的。这玩意，出来拿照片。